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庄淑婷。常年致力于资源分类回收及资源再生处理技术的大丰环保公司，为将绿色环保再生观念推广给更多民众了解，特别在台南永康区成立了拆车梦工厂园区，并以报废回收品打造许多充满蒸汽朋克风格的装置艺术，吸引不少关心环保议题以及爱拍照的民众前往参观。一边是汽车的台霸场，另外一边却是观光园区。这种另类的搭配组合，成功吸引民众目光。因为我们不是对这个修理汽车有做这个工作的啊，所以即使对汽车里面的构造啊、引擎啊、避震器，其实只都看到外表而已啊。那在里面的话，它因为很多零件都拆下来的嘛。看起来觉得很新鲜。那我们就是利用友善拆车的方式，让大家来到这个场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的拆解汽车。那再利用这些汽车零件呢，去打造一个环保永续的一个环境。位于台南永康的拆车梦工厂园区内的装置艺术，全部都是由报废回收品打造而成，目的是希望能够传达永续循环发展的观念。并颠覆传统台霸牛的观感，以艺术创造的角度搭配蒸汽朋克风格，打造出像是星际电影场景一般，并赋予废弃车辆零件另一个崭新的生命。我们其实是大丰环保旗下的一个实际的实体场域哦。那其实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环保回收起家。那我们这边想要推广的理念就是 Zero，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零废弃跟全循环。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拆车梦工厂，可以看看我们零废弃全循环是怎么制作的，那怎么贯彻我们这边的理念的。园区内除了有许多回收品装置艺术可以欣赏，另外还有餐饮以及音乐的服务。大丰环保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以创新的模式来推广绿色永续环保，值得大众肯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想到炸鸡，不外乎是撒上椒盐的台式风味，或是调好面衣口味的美式炸鸡。但您有吃过日式风味的炸鸡吗？在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内，就有一家专卖日式炸鸡的摊位。老板把他在日本留学时观察到台湾人爱吃的口味带回家乡，做出精致又少见的和风炸鸡。改造过后的盐城第一公有市场，有许多年轻人及新摊位加入。但有一摊日式南蛮炸鸡，早在市场改造前就进驻在这里。为什么想要在市场内卖日式炸鸡，而不是在人来人往的街边呢？原来创业初期的老板刚开始想要低调一些。因为我想找一个比较低调巷弄内，然后有空间开店。然后有一天刚好路过这边，然后发现有店家在营业，然后就洽询了38地方生活，所以询问了一下租金一些事宜之后，就决定来这边开店。因为我之前在日本留学，然后就发现，南蛮鸡其实很多台湾人跟中国留学生都喜欢吃，可是回到台湾之后，却发现很少有餐厅在卖这一个，然后我就确定它是台湾人会喜欢吃的口味，然后又很少人在卖，所以就决定这个品项。店内主打的2种日式招牌炸鸡，其中带有酸甜风味的南蛮炸鸡搭配塔塔酱，是老板强力推荐不可错过的招牌之一。而另一样唐扬鸡则是搭配味噌烧肉酱，吃了让人有股置身日式烧烤店的错觉。没想到市场里竟然藏有这样精致的餐点。南蛮鸡它上面淋的是南蛮酱跟塔塔酱，然后南蛮酱它吃起来酸酸甜甜，然后解腻开胃。然后它的口感跟塔塔酱非常的搭，就有别于一般的台式炸鸡上面淋的撒的胡椒盐，它不管是在程序上啊，或者是口感上面都非常的不一样。唐扬鸡其实就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个日式炸鸡嘛，一般去居酒屋都会看到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上面淋的是味噌烧肉酱。它是融合2种味噌，再加上日本酒下去煮，所以它其实味道还蛮浓郁的，就满满的日系风味。那它口感，它的味道就跟你去日式烧烤店吃到味噌烧肉酱是差不多的。不仅用心研发好吃的酱料搭配炸鸡，为了保留炸鸡刚出锅时的酥脆口感，就连炸鸡外层的果料都有讲究。这边小吃摊是外带的部分嘛，所以客人他有可能他带走，他不会马上吃。
它可能过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在家里才开始吃，所以势必得选一个它脆度可以维持最久的，因为南蛮鸡上面有淋2个酱嘛，所以你脆度要是没有维持没有马上吃掉的话，其实面衣马上就软掉了。但是我选择用面包粉去炸的话，那它脆度就可以维持得非常久。一般来说，就算你带回去放个5、6个小时，它都还是脆的。喜欢吃日本料理的各位可以来尝试看看。因为这是你去日本居酒屋啊或餐厅都一定会吃得到，但台湾就是很少，比较不容易吃到。然后加上上面酱都是我们自己调的，那就算是唐扬鸡上面淋的味噌烧肉酱，也都是我们自己的独家秘方。然后它也是维持在一个日系风味的一个范畴里面。记者肖怡轩、蔡怡文高雄报道。高雄市社会局今年启动辅导街友就业的创新方案，培训街友参加餐食技能训练课程，并实际开着餐车到各个机构提供免费点心，透过实作过程培养一技之长，并建立自信心，帮助他们能在有朝一日自力更生，摆脱人生低潮。在烤箱前弯下身，细心确认食材的烹调情况。正忙碌做着餐点的他们，其实全都是街友。在社会局的帮助下，开着可爱公仔造型的公益餐车，出现在弱势儿少以及老人日照中心等据点，提供免费餐点、做爱心的同时，也增加了面对职场的信心。因为现在我们这种年龄要找工作是比较不好找了有时做这种吃的。可能会帮助我们，如果到社会去工作是有一点帮助。社会局今年开始推出辅导街友就业的创新方案，特别请来业者教导街友从事餐饮业所需的相关技能，借由训练课程让他们获得一技之长，也在接待客人的过程中学习如何融入社区。课程训练完之后，那他们就会有实际的去跑这个餐车的这个服务。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就目前今年的这个经验，就是发现说，他们其实在跑餐车的时候，他们有很多自信心的提升。那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2位已经透过餐车的这个出勤之后，已经在工作，也已经自立了。那目前我们现阶段也有一位，就是一位女性的这个工作者她现在也已经稳定就业。熟练的在吐司上铺上满满馅料，曾经在街上漂泊的他们，如今在社会局的帮助下，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那对街友，如果他想要改变他的生活，然后或者是他要自力更生有一个提供的一个就业的机会，那我们其实也欢迎，就是有这样的需求，他也觉得这个有符合他的一些人生规划，那就可以跟我们社会局来联络。参与计划的街友们在小小的餐车周围忙碌地做着手上的工作，虽然这里只是他们在正式踏入职场前的中继站，但却是帮助他们摆脱人生低潮的重要一步。记者肖怡轩、苏玉文高雄报道。红豆绿豆放久了不好吃了，丢掉又太可惜。左营区新上社区关怀据点的志工就收集这些过期的白米、蔬菜种子，教长辈做种子拼图，在纸盘上将这些豆子种子粘成一只鱼，象征五谷丰收、年年有余，也让长辈手脑并用，延缓老化。这个是白米哦，我们现在要放在白鲳鱼的头部哦。来，我们来放一下。志工将白米、红豆、绿豆还有蔬菜的种子一一拿给长辈，要做种子拼图。先在纸盘上沿着事先画好的鱼外形涂上一些白胶，再把蔬菜种子撒下去，抖一抖，鱼的外形就出来了。做好不好做，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可是这个豆都很小呢。不要紧啊，就很像啊，就很漂亮了。长辈啊，动动脑，才不会这个脑部退化。这逼着这个长辈啊，有益的健康活动，很棒。接着再把颜色深浅不一的豆子放在鱼的头部、身体和尾巴，一样用白胶粘起来，漏掉没有粘好的，长辈可以用手拿起豆子把它补好。红豆、绿豆放的位置也可以不一样，长辈也可以大胆的发挥创意，做出不一样的鱼。红豆是尾巴，绿豆呢？绿豆是它的中间。我会给我们狮子说，年年有余来了。还可以吧，年年有余。打几分？他说98分。种子有菜的种子，还有我们的白米，还有我们的薏仁、绿豆跟红豆。那还有我们的咖啡豆是我们的眼睛，
这样做出来，长辈回去就会很开心，而且有可以让他们动动手。这些豆子和米都是放久了煮不烂，或者煮起来不好吃，丢掉太可惜。志工才发想模仿沙画的画法，收集这些颜色深浅不一的五谷杂粮，还有蔬菜种子，做成创意拼图，可以加强长辈对这些豆子的认知能力，也训练手指的小肌肉和发挥创意能力。这个部分可以训练长辈的认知，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什么的种子，所以是认知。那还有帮助他们的小肌肉，因为他们会用种子去把鱼给把那个种子把鱼的身体给架构出来，所以可以让他们训练他们的手部的小肌肉。一些可以煮来吃的豆子，如果放太久的话，它也会就太干燥，它会不好煮，比较不容易煮开啦。那他们就想要说，这个可以让长辈来练习，就手眼协调。他把那个豆子透过手指的运动、手指的肌肉运动，然后把它粘成一幅画。在长辈动手动脑之下，一张张象征年年有余的鱼完成了，而且是用各种不同的豆子种子拼成的，更有五谷丰收的寓意。长辈们都很开心，又完成一项创意的作品。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北高雄社区大学在弘毅社区内举办绿色大地艺术季，展示3件艺术作品。社区内的居民大多都是过去炼油厂的员工，一张张在地居民提供的老照片搭配文字说明，借此唤起居民的记忆。北高雄社区大学地方学讲师林才正提到，未来社区可能会有变化，但举办艺术季就是为了在社区还没被改变之前，保留珍贵的历史文化。一张张黑白相片都细细诉说着一个个不同年代的故事。北高雄社区大学地方学讲师林才正开心分享着时空廊道内的照片，照片上的小男生就是小时候的他。这一张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哦，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当时我们的环境很单纯啊，那也很简单，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小朋友在这个前面的游乐场里面做游戏的时候，我们的长辈帮我们拍下了这个纪念。现在这东西都看不见了，所以就是这块土地上有很多旧照片，可以去还原我们以前的生活情况。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单纯、对外封闭的地方，所以它的里面的讯息，外面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这块土地，其实我们觉得这几年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旧宿舍可能都会被拆掉。弘毅社区里头几乎都住着过去在中油炼油厂工作的员工。时空廊道作品搜集了在地居民保留下来的老照片，让前来走走看看的居民也唤起心中那份过往的回忆。炼油厂社群它是非常封闭，那相对的宿舍区的人对于外界如何看待这个地方的看法，其实也相对的陌生。所以在两个资讯不对等情况下，透过公共艺术的介入，它可以当作是一个比较柔性的诉求。高雄市楠梓区洪荣里里长对这个地区有着浓厚的情感，表示已经在这里70、80年了。除了爸爸和自己，就连儿子在不同年代都同样考进来中油工作。我父亲民国30几年来中油来这边工作嘛，然后我60年好像受到附身感召，又考进来中油，然后就买在这个洪荣社区。然后我儿子也是相距96年考进来中油，所以我现在是第三，我们有3代的这个中油人，所以对这个土地相当的一种回忆啦，而且很不舍有一些乡亲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还是我们中油能正视这个，能不能比照这个嘉义这个有没有快意村？我们那天开幕，其实邻近的住户都来，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东西，他们一开始觉得很新奇，可是仔细去里面看的内容以后，他们觉得真的就被那些历史被勾起来，他们的回忆也被勾起来。绿色大地艺术季总共设置了3件艺术品在高雄炼油厂登场，过去的历史回忆也一一浮现。虽然不确定未来是否能够长久保留这些文化历史，但举办艺术季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在地方还没被改变之前，将重要的历史深刻地保留下来。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
台南第一间柴烧牛排餐厅2个月前进驻大远东百货试营运以后，选定12月22日冬至这天正式开幕。会中结合市府社会局宴请50名弱势儿少家庭，同时还加码提供100张兑换券，要供弱势吃圣诞大餐。对此，市长黄伟哲和市长夫人刘玉金都到场祝福，感谢他们的善行。台南第一间以柴烧和熟成为特色的牛排餐厅，在9月底试营运以来，平日就有80%客人，若假日都是客满。加上防疫有成，目前学校、南科和药厂50人到100人，每人消费超过2000元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选定冬至当天正式开幕，同时也要来做公益回馈。除了宴请50位弱势儿少家庭，会中董事长还加码提供100张餐券，要给社会局服务的弱势家庭来享用。开幕仪式过程中，以敲破金蛋象征开市大吉、业绩长红等祝福满满。祝福我们木火柴烧牛排餐厅，里面有祝福语，我们要把祝福语。希望今天能有市长、副市长的抛砖引玉及远东集团徐总经理的见证下，使更多的人投入社会公益，更多的团体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更同时希望我们木火柴烧牛排能够从台南远东百货成功店出发，望远全台湾。会中市长夫人刘玉金以公益志工身份到场，对业者的善行表达感恩。市长黄伟哲也在开幕式最后一刻赶到场，和所有贵宾留念，表达祝福。我们今天能够共同来见证木火牛排他所做的这样子的许多的善事，还有包括捐赠100张餐券，还有邀请我们这个偏乡的同学一起来享用美食哈。那我们也来庆贺他的风风火火哦，木上加火加风哈，这个就是太好了。那也祝福所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喜乐，木火牛排生意兴隆，红兔大展啊！各位长官贵宾，我祝福我们徐总经理还有远东百货各位长官，大家都顺顺利利鸿运大开。在冬至和岁末的时节，社会局牵线让弱势家庭有机会可以享用爱心企业的圣诞大餐，也呼吁有更多善心团体共同来响应，持续创造幸福大台南。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台南是全国石斑主要养殖产区之一，为了避免产销失衡，市府推出许多推广辅导的做法。其中，由南市区渔会结合奇美食品，就开发出各种美味的石斑料理，包括迎合打开即食的市场，研发出舒肥的低温加热，希望成为大家过年过节方便料理的好选择。为了协助推广在地养殖，特别受中国禁止进口的冲击之后，市府农业局表示，更需要超前部署来因应。所以这一回，台南在地石斑就结合生产的市区渔会、奇美食品的制作和销售3方，推出8道菜的料理。除了将新鲜的食材配合不同的烹调方式来打开新的通路，而且8道菜料理起来只要半小时，相当方便。被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措施影响到它的销售。那今年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台南呢安南区刚好有养殖石斑成语，它的那个销售的过程就有受到一点阻碍，所以呢，我们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我们委托了那个高雄的梓官区渔会来跟我们收购我们台南这边的石斑鱼。然后在因缘际会之下呢，我们今年刚好跟奇美食品呢有相关的合作案，于是呢，我们就推荐说，我们这个石斑鱼是不是可以由奇美食品这边来帮我们开发相关的新品？那奇美食业就秉持他们的专业呢，然后替我们去将我们的石斑
做出了一个舒肥不一样的舒肥的石斑鱼出来。因应消费饮食习惯改变，熟食方便的市场，所以奇美食品研发将石斑以舒肥的方式低温加热，也就是泡熟就可以吃。除了保留肉质的 Q 弹营养，而且完全不会有腥味。这只鱼吃起来会比较 Q 弹，而且我们长时间低温的时候，它鱼本身会释放它自己的精华，就像滴鸡精一样。所以它那些汁液出来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有腥味，而且在家庭的时候，家庭妈妈也是很好复热的，因为只要解冻，然后水滚小火10分钟就可以吃了。惠中市长黄伟哲和议员李宗翰也动手来呈现这道已经热销1500尾的龙虎斑，对台南市农渔业发展又创造新的前景。因为今年的石斑卖得不错，并不代表每年都这么好。我们一定要把在这个时候，在好的时候，把这个石斑的各种吃法、各种料理法、各种好的这个做法推广好，这个介绍给消费者啊。这个消费者把这个通路打开之后呢，那石斑的通路就更多元化，优质的好东西要介绍给好朋友啊，尤其刚刚讲石斑是高价鱼种，尤其石斑中间的龙胆真是高价鱼种中的最高级。那谢谢奇美食品，也谢谢我们副总经理还有所有率领的团队。不管是石斑、台南出产大宗的虱目鱼，或是后续的台湾鲷等渔产，台南用渔业结合来加强在地渔产的价值，重点是迎合消费者需求，协助农民打开多元通路。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为推广母乳哺育，国民健康署在母婴亲善医院制度都会积极推动保护与支持母乳哺育。不过，在部分妈妈或新手妈妈在出院1-2个礼拜后，时常面临各种哺乳问题，造成产妇提早放弃哺喂母乳。因此，奇美医学中心特别开设产后哺乳特别门诊，让产妇在哺喂母乳时不再卡关。奇美医学中心妇产部医师，同时也是妇女保健中心的主任洪雅珊表示，很多新手妈妈就算产前都有学过哺乳的知识，不过在产后出院大约1-2周，各种哺乳问题就会逐渐出现，有的出现乳房肿胀，甚至硬块、破皮等。在求助无门的情况，奇美医学中心特别成立产后哺乳特别门诊，让新手妈妈在哺喂母乳时不会卡关。如果是新手妈妈生产完之后，因为整个哺乳的一个变化，对她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情形。那而且在住院的期间也只是3-5天而已，所以很多时候3-5天根本没有出现到这个问题，他就回家了。那所以乳房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在回家之后，可能是产后1个月内最容易产生状况，因为他回去有育儿的问题，也有哺乳的问题。那所以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塞奶啦，或者是小朋友在亲喂的时候乳头会破皮啊，妈妈会痛啊，或者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挤奶之类的都有可能。像这名林小姐，当初因为肿胀，甚至找坊间的泌乳师进行通乳按摩，但却得到反效果。后来透过特别门诊，才让她顺利持续的哺喂母乳。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哺乳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小朋友可以很轻松的跟我一起就是做哺乳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对就是上网找或者是问其他人，我对我自己的胸部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然后产生了一些硬块、疼痛、红肿、发热，或者是小朋友吸不到奶的问题。其实我问了周边的人，然后大家的建议都很多，可是我自己做起来都没有效果。然后来参加这个哺乳门诊之后，就是跟着医师，然后经有仪器的一些结果，然后我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的乳房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性质，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护理我的乳房，然后搭配小朋友吸奶，然后来就是解决我的就是乳腺炎的问题，然后小朋友的哺乳的问题也都可以很好的做解，就是获得很大的改善。奇美医学中心跨科合作，透过具有国际认证泌乳顾问、妇产科医师、物理治疗师与哺乳各管师组成的专业团队，
提供哺乳期急性的乳房问题处理、个人化的母乳哺喂卫教与自费乳腺疏通物理治疗等，顺利协助产妇哺乳生活。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台南古迹限定2022年压轴登场新商品热兰遮宝薯条，即日起在台南限定独卖。新商品包装呈现当时城市样貌与荷兰人物风貌。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现身安平古堡，与名画 cosers 一起为台南古迹限定新商品代言。为了响应台南400年，台南市文化局再度与知名食品公司合作，推出古迹限定商品热兰遮宝薯条，以17世纪大圆以及热兰遮宝俯瞰图、荷兰知名画家维梅尔的画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以及倒牛奶的女仆为包装外观，呈现当时城市样貌与荷兰人物风貌。那我们过去曾经跟孔庙、曾经跟妈祖、曾经跟至圣先师，很多甚至魁星，能够做结合的一些文创商品，其实都深受消费者还有包括市民朋友的喜欢。那今天特别推出新款的这个跟对应台南400年的这个安平古堡的这个图像，这个我们荷兰美术馆的这个艺术作品。那我们希望说，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因为这是限量的哦。近年来，台南古迹限定商品不断开发，将台南相关的历史人物、古迹文化与休闲食品、生活用品结合，希望能让古迹与历史故事融入现代生活。那我想，食品尤其食物对整个异国文明来到台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那台南也因为贸易而站上世界的舞台，所以我们其实古迹商品一直希望能够推陈出新，也能够实际的去创造我们的营收。那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创造出来的古迹商品，其实在我们整个营收业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且二次消费其实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商品即日起在台南限定独卖，贩售地点包括赤坎楼、安平古堡、安平树屋、义在金城、延平郡王祠、爱国妇人会馆、1661台湾船园区等7处古迹景点，欢迎大家前往购买。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我是庄淑婷，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想要掌握最新资讯，现在只要搜寻高雄都会台 FB 和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消息，见证精彩的每一刻。敬请锁定高雄都会台。